旅美马林鱼队投手陈伟英今天与费城人队比赛延长赛第14局登板后援，被敲2分炮，球队1比3吞败。陈伟英承担败投，目前本季出赛投5局挨5轰，总教练马丁利期待他谷底反弹。陈伟英本季牛棚出发，但目前为止4场后援出赛表现不算理想。马林鱼队今天与费城人队交手，延长赛13局打完，仍维持1比1平手。陈伟英第14局接手后援，1人出局后先被敲出3垒打，再被敲出2分炮掉分，随后连抓2个出局数，完成该局投球任务。马林鱼队14局下半无力追分，中场以1比3吞下败仗。陈伟英今天总计用27球投1局，被敲2支安打，投出2次3振，失掉2分则失分。目前为止本季出赛总计投5局，被敲5发全垒打，失掉13分则失分，防御率 23.40。陈伟英表示，14局登板后援只希望尽量把球压低，不要投到红中，被打成全垒打，只能说打者掌握得很好。陈伟英也说，目前为止感觉有点想太多，一直过分在意该怎么做，以及自己的投球机制。现在我只想在每场比赛中尽力投好每颗球，虽然今天比赛挨轰，但状况有越来越好，投球时更有攻击性。马林鱼队总教练马丁利 Don Mattingly 则提到，陈伟英在春训时状况就不是很好，难免有点影响到信心。虽然不是好的开始，但相信他在努力克服，期待他能谷底反弹。